NBA 勇士队明星球员科瑞神准三分球总是让全场疯狂，大家以为这些球星视力都很好，不过科瑞自曝，其实他有天生眼疾，最近视力更加模糊，不得不戴矫正用隐形眼镜。小皇帝詹姆士过去也是个大近视。勇士队本季在主场甲骨文体育馆的最后一场例行赛，全场情绪沸腾，当家大将 Curry 的神准三分球大放送。球评：科瑞三分球从底线进球的这一记三分球，让勇士和快艇队的差距拉大到31分。最后勇士队大胜，继续以西区第一姿态挺进季后赛。不过科瑞最近自曝，长期以来他其实饱受视力模糊困扰。勇士队球员科瑞就像全美国成千上百万人一样，我有视力模糊的困扰，需要靠矫正镜片才能看到更锐利的影像。原来 Curry 天生就有圆锥角膜，这样的疾病会让他的角膜持续变薄，久了会出现远视、近视等状况，是到今年3月戴上隐形眼镜，也才找回了手感，走出低潮。勇士队球员科瑞看得更清楚、更锐利，就像是相机镜头对到焦了之前都看不清楚，还能投这么准。那现在戴上隐形眼镜后，恐怕更难防守了。而像科瑞这样有视力困扰的人，还有他。球迷 LBJ 就是小皇帝詹姆士，高中就有近视，但一直不愿意戴眼镜，是一直到了2007年才在球团强烈建议下乖乖去做了雷射手术，才终于看得清楚。